有行政营业登记证嘛？弄查看，呀，呀，没了，哎，太轻了，我是受伤了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0块。你们根本就敲竹杠嘛！你要不要买也是你的自由哦。对啊，我们也是给你方便啊。一个摊位要不了多少钱，这个忙我还帮得起。啊，你做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是肌肉萎缩，而萎缩也不是马上就发生。呀，爸爸杀老夫！对了，你马上就卸下来。上位哦。哦，来啊来啊，什么呀？哎呦，轮椅哦。系啊。妈，家阵来。呀，太姑姑买的啦，迄王丽霞订的。订的人是连启瑶，一个生着水水的查某囡仔买的啦，麻烦甲我签收一下。那无诶，拿走迄本去请家用。妈，唔过细项的时候，麻烦底下给我签一下。我可以吗？这要个大车买使啊。哦，好。哦，多谢。是啊。有轮椅细项要较方便呢。妈，莫安尼啦，压影太夫啦，妈，压影太夫啦。啦，那唔讲话咧，大卫死！妈，人呢？你大卫死！是啊，好啊啦，走！妈，你辛苦嘅，是啊，妈安尼啦，走！走！今日就同看大哥跟阿姑啦，好啊，卖错啦，莫安尼啦，姊啊。冇代志，冇代志。喂，李龙总会，你小姑姑伊即摆人无伫个呢。谁要找丽霞姑姑啊？啊，就一个查某囡仔一直哭啊，你叫你小姑姑较紧来。喂，少哥，你较紧点啦，赵叔叔，伊人唔知哪啦。赵叔叔，
阿乔，阿乔是我，阿乔，是我，赵哥，阿乔，阿乔，没事了，阿乔，阿乔，阿乔，姐啊！阿乔，没事了。赵哥，没事了。赵哥，啊，没事。赵哥，要带他去医院吗？我先送妈妈去医院。我也要去。你不用去，等一下，丽霞姑姑就来了。走。啊，走。走。没事了。当然啦，我只有时间，我妈妈需要的，好。当你只有顺条，就是了，拍摄嘞，好，是包饭就是了。等下10点钟，我妈妈吃了饱。好，要拿的。我记得咯，10点钟就给妈妈吃了哈。对。好。人家对我们是少啦，妈妈太辛苦的啦，可以啦，比起歇困一下的。跟人家对，我妈事情要好去说的，对吗？太姑姑哦，今边还有事情，无法度同乡下照顾妈妈，人家对较辛苦点位哦哈。妹妹等下带电去说。OK， 太姑姑走了。哎，有马开事情要打电话帮来，对吗？对。好，那走了。太姑再见。太姑再见。我们是出来。妈，原来讲学写诗，
妈，人家你好些事啊？安尼啦。啊，唔看哦。压榨是迄娘命，桥，渔桥桥的桥。东东报告，你做唔得偷懒哦。你听说我会不会下压榨师？我去买鸡。阿乔，赵叔叔，超哥，我去买鸡，唔来看，看我晓个鸡，我要夹头破，还有菜肴的买几条，我说几条晓咖啡太哦，唔来看，唔来看。个鸡，安太哦，夹头破诶。给，爱弟，给。给色的，张伟泰哦，咕。喂，嘿啦，我就是啦，啊，你倒位找？派出所。是啥物查拉车啦？我阿叔诶，倒搭影用的啦。王律师，你还唔老实讲，你的车是对倒位来的啊？发。阮要问的重点是吼，黄律师伊的车是毋是偷牵的？毋是啦，阿叔诶，哪落去查的啦？给车落的。甲人招的啦。招的。嘿。那安尼甲上招的，爱互我一个名嘛？讲法。甲上招的讲袂出来，那安尼就偷牵的嘛？毋是啦。买的。买的。那你的钱从哪里来的？给哪来的钱？我没交补习费，跟朋友买的。那跟哪个朋友买的？要给我一个名字啊！讲法咩？衡阳路巷子口里面电动玩具店老板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知道名字？妈，
妈，我也还唔管都讲嘛，都冇去心之错嘞。你还会讲法了诶，我硬会相信你啊！竟然都冇去讲法嘞，安尼做得冇？唔讲啊，我要谈啊！拿钱冇去报喜，亚洲事情你做得出来？那本你去投诉，你做到哪里去啊？迄人轻腔啦，你开哦，你骗人冇后悔，你就后悔骗爱啦。妈，骗你就哑巴听听嘞。根本好像几多摆啊？你好爱骗我几多摆？俺做得相信你嘿。我也爱犯人还是偷嘞？你讲啦，你现在我让你讲法嘞。哦尿啦！王丽书，俺按辛苦赚钱的，俺本意去读书，俺本意去补习，然后俺个钱拿去打水漂诶，你到底伫个想嘛该啊？你莫总干成唔甘愿嘿！我妈唔该死嘿！你讲嘛该啊？有冇说你讲嘞？所以你们警方在下个星期开始会扩大扫荡。长官，你放心，我赵哥一定会给足你面子。我庙口的场子，我大不了暂时先收起来嘛。长官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说的一句话，我绝对是一个口令，一个动手啊！你放心啊。 谢谢赵哥。长官慢走。赵叔叔，丽树，这个时间你还在外面游荡啊？你妈呢？别提我妈了。赵叔叔，我想跟你一起混黑道，收我当小弟好不好？我想跟他们一起去打架，去外面争地盘。 混黑道，你能挨打吗？能。你怕死吗？不怕。小王啊，你帮我试试看，这位小兄弟他说的是真话吗？喂，是林一山同学吗？我是黄丽书她妹妹啦。喂，林一山哦，哎呀，我是那个洪丽书她妈妈啦。哎，她有去你家吗？没有哦。啊，你知道她会跑去哪里哈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还有呢？杜大哥呀。杜大哥哎？系啊。佢走去哪呢？啊，佢嘅副卡咧。系哦。啊，冇做啦嘞！这，你还走去哪呢？丽树跑来找我，说他想混黑道，要做我的小弟。我叫我的手下教训了他一顿。你到底伫个想嘛个？你让你混嘛个黑道，你做嘛个小弟啊？可能，阿叔哎，那可能啦。
做这做几个洗露台，该种欢喜啊！结束。跟妈妈说话是这样的态度吗？一个人要是不知道孝顺的话，跟畜生有什么两样？阿乔啊，送他去军校好了。军校？去读了还是会退学吧？你干嘛该啊？可能去甲枪嘛该用的啊？你们家务事，我不要插手好了。老娘个柴药的。赵哥。谢谢。嗨，你是丽霞的弟妹，算是自己人，干嘛那么见外啊？丽叔这个孩子，他现在是叛逆期，他又不爱念书，他很容易学坏，所以我的建议是送他去军校，要不就是找个可靠的长辈，学个一技之长，不要让他去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。万一他误入歧途，走上江湖这条不归路，在黑道里。哎呀，我自己做贼的人喊抓贼，我是全世界最没有资格说这些话的人。是我不好，我平常不应该在孩子的面前说一些我在混江湖的事情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家了。该下该摕，紧点用完吼。胖哥，嘿，学帮你对啊。甲朋友合作啊，该做这个塑胶社出啦。啊，土那边租金较俗啊，所以搬去土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嘿嘿。胖哥我搬家一定看这些。对的啊，大家哦讲到冰冰冰冰嘞。哎，阿珍嘞，来，说话。有啦。说，然后你讲哦。唔提起哦，复数音哦，你就要较认真的哦，莫好教哈。好啦。你放心啦，啊，咱厝边斗这么久啊，做兵前我会好好甲照顾啦。我知影啦，跟你做事哦要注意到诶，记起哦唔会搞的哦。爱滴啦。还有啦，来。我唔是啦。台电啦，我去家照顾去家，有限就大天发作了嘿。身心无情。来，哇！哥，我这要进来哦。哥，较注意着啊。你话伊在遮哦。家己爱较细粒哦。照顾去家啊。胖哥，再见了。哥。我唔肯迄套劝告，老妈有严格，妈之后随家医。保密，点到迄细仔的迄股血，讨海军士校。其感念对高义有好，其讲早地减少不卡的负担。其实细仔未做出上离开不卡的。我来等下吼。
师兄哎。妈，师兄哎。师兄哎，师兄哎，有较好无？哪还没改？廿个相片啊，阿亮 Q，然后你翕个动奖哦，你看，冲天使，虽然相片有着个 Q，也迄动奖诶，要从，你要懂中医哦。爱动中医。师兄诶，你爱睡无了？好，会来选，唔该哈选到几度？6。加甜甜牙选哦。好。7、7、8、 8、 9、 9、 10、 10、 11、 12。师兄的平静的做话，
无强通因红人，爸倒伫过身后，总来看佢一摆。我总算了解爸嘅母亲。爸对不起妈，每对我条向妹唔好。好声浪听，你敢记得我？世上的无天初，做第一隻對佢咩好嘅？下晡的事情，我想硬記做些好米哩，買去做些那粉塵鋪。我冇愛，我會看佢睇嘢。給他慢慢就好。所有的費用唔是少啊，見談判，和那一場平常時有來往的親戚朋友來說，那一身價，我平時來從的。唔是的，我去甲買判，我會再老公講。等下了茶，调出去太家啉，太家要做走啊。妈妈一天动艰苦的，你得要我多照顾妈妈啲嘛。还有自家没有照顾自家啊，调出去。阿舅，阿用子，这啥？你是谁？要不要你也给我？好呀，给我了。会甜吗？一些可以下呀。但也没结婚呀。我在那种。很棒。那叫来，因为唔理去了。大家嘅情感都當艱苦啊！我細年嘅，還冇後台就做出嚟。好了，來啦。
平常依靠好耶。谁想会安尼转去？其实唔是舒服的啊。太姑姑来，阿 Q 没来，爸爸你冇来，我做唔得年用，佢竟然冇来。谁想没扑偏诶？佢小仔全冇咧。佢早就冇要走不开，只有还有谁想的，还我个兄弟吧。我唔相信佢冇识世上诶。世上的行迄生人的，加个骨灰，到底要甲han做得好？并不较好，佢一生人听到背睇故事。我做嘛噶？都冇提起好冇？师兄哎！李林喵，你阿公，啊，迄姓易臭臭，阿某的王运珍，靠到北一年，我要准备购置3仙，
要搭车总神，感谢。小生美女呢，你要好命啦。上好是啦，真正是哦，猪唔肥肥就够啦。伊两个人遐有繁忙读册啦，啊，颠倒是啊，真会考到北一女。你咧考试的时阵哦，拢伫我遐读册啊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啊你花咧，讲了拢你会敢听的咯。怎么样？反应啊！真的啊，也买本的啦。外面唔对我慢慢去用师诶，贷款呢，看有中医冇？送人物件唔替人大。哦，这卡表啊，袂歹哦。哦，姊啊，这个就淡粉咯。看起来真水啊！很歹哦，老爷功课顾好来就好诶，不考个洗哦，来啦，吼。好声浪听，你敢记得我？你是中班哦？你也是哦。你在看社团？这么多社团都不知道选哪一个了。这个啊，听说这个社团每年迎新晚会都爆满，而且玩到半夜。半夜哦，我可能不能参加哎。哦，可是才一个晚上啊，而且这4个学校联合一起办的，搞不好还可以认识其他的学生哦。说吧。我叫西西。我叫黄永贞。黄永贞。西西。你的高中比我好哎，比我学校近。很好啊，而且我们老师都很棒，上课放色情片给我们看，放完就走人，跟放年拍没什么两样。色情片？妈。
你坐落嘿，来，一下子。肚子哑嘿，来做饭，一下子。妈，这个文具是谁的？乜嘅？文具啊？佢硬埋本嘅啦。冇中意哦。冇啦。你下次啊。妈，我根本呢读到领导组诶。乜嘢啊？就我小学同学啊。哦，佢劍係槍靠多嘅普通嘅高中哈。不過聽佢講，佢都好教，動詞有動好教誒。佢好教哦，就愛讀書啦，好教就快啲了。阿珍呢，我看哦，還咪莫留佢強下啦。佢而家讀第二年呢，唔愛好好讀書哦，考太好啦，點啊？我本嘅快學上頭路嘅，然後我就會按用啦。哦，你下次啊？嘿，這個是。嘅後日我去老朋友去中南部了啦，了容易啦。本來台北是過年嘞，這一擺談講我去了。係啊。那趙叔叔啊？我無提不考，呢3年按部條我落門啦，廠嘢都管好，莫亂走哈。阿珍呢？我要出去咯。哦。哦。跟你3年提不考，應該注意到嘅哈。哦。我想找一块这样的地，自己种种花，种种菜，你再过来陪我住。黄永正，我们来互换生辰好不好？那我们的命运会不会交换啊？说不定会当生。像万一提掉啊，你会不会发生啊？要甲赵哥讲。这人无良心啦！阿哥我啦！出手啊！你动手啊！要顾身體，阿珍妹妹要顧身體。貪愛國家，溫柔父子，莫定天疆嘅線，愛恨疏忽嘅自由，唔公怕。愛公怕。
再嚟。